带他去厕所。一个查理基本色，看嘞哦，看嘞，自己的去看嘞。那已经有饭的，你也可以来盛了哈。你来盛一下你的饭菜哈，然后陪爷爷奶奶一起吃哦，盛到就可以吃了啦哈。你就请爷爷奶奶开动了哈。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有饭哦，饭量都足够哦，那你们也可以来盛饭吃哦。